来看阳明交通大学建筑所学生用木爱衫裤创作，真做甲布的工艺品，甲无共同样甲做伙，一针添一线，旧的布料真做有故事温暖的合作品。用厝内旧的纯金棉被甲衫裤的布料，重新车做艺术品，简单的线条加上丰富的色彩，每一件拢是独一无二的创作，而且材料拢是回收再利用。提起大家得更加珍惜资源。看到说我以前的衣服可能不符合现在的需求，这样子让他们更有目标性的去消费，然后去减少衣物的浪费。现场还有一件7米宽的大型作品，是透过学校提供的布料，让学生在顶悬自由创作，表达家己的想法。把这400多块把它拼接起来，变成是一面非常庞大的这个拼布的告示墙。那从当中可以看到了我们这些历程，也看到了大家的创意。于校园里头推广跟宣导，那希望能够鼓励同学，就是能够多多的使用他们旧有的衣物，然后重新给旧的衣物多一点点生命力。这项展览会在阳明交通大学艺文中心展出到明年的1月11日。主办单位希望透过活动，提醒民众准备消费进前，先想看卖啊家己所需要的物件，唔通浪费地球资源。记者刘君豪，新竹报道。